那为着要防止中国渗透，即马有风声讲，咱政府要针对香港甲澳门的人士伫台湾定居这个制度，要甲这个制度变甲更加严格。目前住伫台湾的前香港议员李本浩，伊是表示，伊理解台湾政府的顾虑，也毋过嘛希望会当保障已经咧申请要来台湾定居的香港人，希望台湾政府顾国安嘛爱兼顾人权。为着防堵中国透过港澳移民对台湾来渗透，有学者立委建议讲，对港澳人士来台湾居留1年就当申请定居，应该延长居留年期。立委会主委柯水正跟他讲，港澳的政策变甲真紧，当地建议法规。它也是涉及层面很广，研议各方面的这些法规来审慎推动。政府想要检视现有的港澳居民留定居的制度，推出建议要甲即马居留满1年就会当申请定居的规定，调整改做4年，含增加登记居留的选项，互香港人会当亲像永久居留，但是无身份证还是投票权。真的对国安有帮助的话，我相信大多数在台湾的香港人不会很反感。如果哪个人是因为反送中政治的原因选择台湾移民来台湾的话，他可能他就算他没有通缉令在身，他回香港也是有风险，所以他的护照是会到期的。刚好他现在的工作，他现在谋生的工作是需要在不同国家到处走来走去的话，这个政策实施之后，就对这种人又会有很大的打击。在台湾超过3档的香港前议员李文浩，一档前甚至是开真侪功夫，把因鸟接来台湾，希望会当在台湾定居。对政策素案，伊表示会当理解，但是希望会当有落日条款来保障已经在申请定居的在台香港人。或者认为配套若做好，就会当兼顾国家安全和香港人的人权。有中国的特定有心人士利用他已经有香港身份的方式，在很快的1年拿到台湾的身份，最起码考虑到一个外来人口的这样子的一个移民的横平我觉得让香港的朋友4年来居留4年，然后拿到身份，这个政策跟外国人是一致的，我相信香港人也不会觉得他们被歧视。有声音呼吁应该修改港澳条例相关规范，明定去港澳就等于是去中国，适用两项条例。对这陆委会并无否认，表示讲在维护国安和整体台港澳健康交流的原则之下，会审慎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